我为什么听说过你原本不想接这部电影啊？对，因为就是他的情绪真的太重了，然后加上就是我第一部的剧情长片，所以其实我很害怕我会不会就是在情绪里面走不出来。对，然后是导演还有就是幕后制作团队的，不管是表演老师，还有我的对手跟我的经纪人，一直给我很多的安全感，然后也跟我说他们会陪着我走过这一段，不管我是好是坏的这一段过程，所以我最后才答应接演。是，所以当时对你来讲，其实最困难跟你有点不想接的原因，不是因为要练手语，是因为那个剧本的黑暗性嘛？不是因为要练手语，是因为我单是看到试镜那2场的脚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很让我难过，然后甚至是到回到家之后，我还在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出来。那刚才你在舞台上面有谢谢妈妈跟姐姐，那你当时有没有把这个就是这2场戏或这个剧本给妈妈跟姐姐们看，让他们给你点意见，到底该不该接这部片子？其实我属于对妈妈，因为妈妈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亲近的人，但同时保有她的威严在，所以其实我非常的胆小。我是请我的经纪公司告诉我妈说我要演这样子的戏，对，但他们一开始也是很怕说，你第一次找我女儿演戏，演这种那么情绪那么重的戏，怕我妈会不会不开心，对，但是我很谢谢他们愿意就是支持我，然后也不管好或坏都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其实大家都公认陈妍霏在无声当中的演出非常非常之精彩，因为没有语言的一个辅助，必须要利用表情跟肢体，去带出这个角色的性格，而且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有点扭曲，但是又让人同情的这个世界，真是后生可畏。可刚才你提到这是你的第一部片，也就是说目前在上映的《孤味》，其实在无声拍摄完成之后才拍摄的作品。因为我自己是在无声拍完之后，间隔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然后接拍《孤味》的，对。所以《孤味》的剧组看过你演的无声吗？《孤味》剧组那时候好像不知道，就是我演过一个如此沉重的角色，但他们知道说我有参与无声的拍摄，对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